之前咧華家沙襲港啊，一如過往啦，各大傳媒都係緊貼報道颱風消息嘅啦。咁比較遠醒一啲嘅新聞呢，我哋有之前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啊朱玲啊吳偉豪咧嘅消防員大哥吳偉樂，咁啊意外地成為網上熱話啦。喂，連帶飛天爺爺呢一邊咧都好意外喎。娛樂滿天飛嗰一集節目呢，嗱我依家 YouTube 嘅後台睇翻個數字呢，就已經去到4萬點擊㗎啦。每個禮拜 TVB 都會公布收視嘅，好多網友都好奇啦。喂，其實個收視報告呢，係咪仲有其他數據可以睇嘅呢？係有嘅，咁啊而且呢都幾複雜啊，仲好詳細添，甚至乎啊年齡層呢都可以細分落去嘅。不過公布嘅話呢，就會搞到成件事好複雜，好難理解㗎啦。所以每個禮拜即係公布一個咧簡單版本俾大家參考啊！尋日 TVB 新聞台嘅社交平台咧都有簡單公布華家沙襲港期間啦 TVB 新聞嘅接觸層面嘅數據。嗱，我哋先睇下社交平台方面嘅播放量啊 YouTube 加埋 Facebook 咧有350萬嘅。微信 TVB 時事關心視頻號咧係有335萬啊。咁至於翡翠台同埋無線新聞台方面嘅表現又如何呢？嗱，數據同樣都係嚟自 CSM 媒介研究同埋 Ubora 噶啦。咁啊，先睇睇無線新聞台啊。9月23號下晝2點20分至到9月24號夜晚嘅8點20分，大約係有365萬觀眾收睇㗎。好啦，翡翠台方面呢，9月23號嘅6點半新聞同埋9月24號嘅午間新聞呢，大約係有232萬觀眾收睇嘅。嗱，華家沙就走咗啦，喂，好似話又有另一個風咧嚟緊。聽講話咧，因為啲變數咧都比較多一啲，未咁肯定啊。希望咧唔好打到嚟啦，我覺得咧有啲多啊，有少少煩啊。